苦路14站，第6站，維羅妮卡為耶穌抹去血汗。雖然聖經冇直接記載維羅妮卡嘅故事，但係呢個公教會嘅傳統故事，透過世世代代嘅信仰承傳，已經成為基督徒默想苦路嘅一部分。昔日耶穌艱難地背住十字架，走過擠擁嘅人群，每一步都係充滿咗沉重嘅痛苦同埋掙扎。佢嘅身心幾乎到咗極限。嗰陣時嘅耶穌唔單止係受到肉體上嘅折磨，仲有嚟自群眾嘅譏笑、輕視同埋冷漠。每一個人都忙碌地去睇呢一場暴力同埋苦難嘅戲劇，似乎每一個人都只係旁觀者，冇人真正願意伸出援手。但係就喺呢一刻，出現咗一個唔同嘅身影，佢就係維羅妮卡。維羅妮卡嘅出現，仿佛喺呢一片冷酷嘅世界裏面，突然閃現出一陣嘅溫暖。佢冇恐懼，亦都冇猶豫，而佢嘅憐憫同埋愛，驅使佢勇敢地走向嗰位極度疲累嘅耶穌。佢從人群中走過去，攞出自己珍貴嘅面紗，輕輕地為耶穌擦去佢滿面嘅血跡、汗水同埋灰塵。佢腦裏面只有一個念頭，就係希望能夠為呢位受苦嘅救主帶嚟一絲嘅慰藉，一絲短暫嘅溫暖。對維羅妮卡嚟講，呢個動作或者係微不足道，但係佢估唔到自己嘅一塊面紗會成為歷史嘅見證。也許佢只係見到耶穌嘅痛苦，覺得自己應該做一啲嘢，但係呢份行動卻發出強烈嘅光芒，穿透咗所有嘅黑暗。耶穌被摧殘嘅身體似乎喺嗰一瞬間得到一絲嘅安慰，而維羅妮卡嘅愛心就好似一陣曙光，照入耶穌受難嘅陰霾裏面，帶嚟咗片刻嘅溫暖。維羅妮卡嘅行為讓我哋反思到，喺我哋自己嘅生活中，面對他人嘅痛苦同埋無助，我哋會唔會好似佢一樣，唔係單單只停留喺觀察同埋同情嘅層面上，而係實際地去付諸行動，去改變嗰個人嘅短暫嘅痛苦。佢嘅故事提醒我哋，愛同埋憐憫並唔需要有幾華麗或者宏大，佢可能只係一個簡單嘅動作，一句說話，或者一份嘅心意。正正係呢一啲微不足道嘅瞬間，編織成我哋共同嘅人性，讓我哋喺無盡嘅黑暗裏面，依然能夠見到一絲嘅光明。